開始，政府就提出修訂，剔除3個堆填區前期工程嘅有關撥款申請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重申，申請唔係偷步，係按既定程序處理。我對於今次嘅項目引起爭議係感到有詫異嘅。事實上，新界東北堆填區嘅相關工作，亦都早係透過呢個機制獲得撥款，而且係進行之中。但係呢啲進行嘅籌備工作，大家明白係唔代表我哋就可以進行實質嘅擴建。政府係依然要向立法會申請相關嘅撥款，兩者絕對唔應該混為一談。有議員歡迎政府決定，但仍然有人批評當局做法。呢個議會否決過，你而家又再嚟，就將佢拆件分件上。呢個唔係一個正當嘅做法嚟。呢個行之有效嘅機制，被人有少少走咗個罅，去揾咗過去。有議員不滿黃錦星冇做好諮詢工作。你頭先有少少係發晦氣，即係我覺得咁樣公道啲。舊年7月12號咧否決咗之後咧，其實你同埋司長都講得好清楚，係利用呢段時間咧係做一啲諮詢。7月12號到而家，你做咗幾多呢啲嘅功夫？修訂議案最後獲得過半數議員支持通過，122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嘅撥款申請。亞洲電